讲过。阿公，这一题我为你得分。欢迎3位来到我们夯议板上搜的节目啦。那今天一样要来猜客语字，这一题的主题呢是嘴来嘴去，嘴什么？遊戲規則：答題節目組本大家可以同客家時本裏邊攤可能幾個用巴拉語詞，並從一題就第一分到底馬上就係基本一個夯議愛嘴上呢。好，那我们的第一题先直接来咯。这个太基本了。太基本了，节目组是放水吧？挑嘴。我是爱吵架，我是爱斗嘴，应该我们两个有点类似吧。我们迪达的答案很接近，但是我知道了，我能改吗？直接看我们的提示道具。哈，超值无菜单。怎么啦？给点提示嘛，好不好？大家都是客家人。你不是快答对了，你就很厉害啊，你就快啊，你快点。那我们倒数10秒钟。它也是形容一个人怎么样？写文章要讲形容，我写料理，我写料理。我是价差大，这个价差好大，我不要。迪达为什么会改了你的答案？没有啦，在这里啦。挑嘴，这个挑嘴也可以啦。你就是在人生十字路口选一个错的方向走。就是这个人嘴巴很挑。就是这个东西啊不好吃啊，那好吃不是那么容易吃东西，对不对？我就觉得是那一种对吃的很要求品味，只吃贵的东西。因为无菜单料理是贵的料理啊。好，那我们这题的答案是指不挑食。什么？哎呀，什么都吃？这是我的反面意思了。什么？就是你好嘴斗，好嘴斗，不挑食，好嘴斗，好嘴斗。那我们进入第2题哦。嘴马，对，他是往那个方向念吗？嘴马，不要乱讲好不好？这是脏话，你们不会这样出题目吧？你们不会这样出题目吧？这是脏话吧？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我知道，但你是这个是脏话吗？这是脏话哎。好，我觉得应该是口才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很会讲话的那种，超变态。就是嘴巴里面的东西吧，我想说应该是舌头吧。他会称赞别人说：“哎，你的舌头很好。”好像怪怪的。啊，我就是牙齿啊，因为你的牙齿很好，牙齿很整齐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题有人答对喽，我们拍手，姜老师。口才，我们3个里面好像只有他的比较正常一点。只说话的技巧，嘴骂。嘴骂，好，那我们下一题喽。八嘴八八嘴八屁，放屁，如果一个人对你这样，这个怎么挤眉弄眼，客语是弱了一点，成语还行。样子就是说这个人眼啊，就是整个五官都会，就是很不爽这样子，很难搞。八嘴就是嘴巴很大嘛，八屁就是呼吸很大，会让，因为你讲话很大声的时候，你呼吸就会很大声，所以就有点呛就对了啦。对，很呛。那我们进入我们的道具。你喝太大声了吧？你们平常都这样大声吗？这个有点吓到，有点效果。喝的人才会懂，我跟你说，你不喝你真的不懂，因为很苦嘛，他就会这样子，这个意思。哎，我觉得你这个对了。你想睡觉的时候，因为跟咖啡有关，大嘴哦，打哈欠，有吃到好东西，你说咖啡吗？是这样子，好这样啊，这样子，好色了，好色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的恐龙偶像，哎，这个很强哎，这个很强。不断的打哈欠，呵欠连连的意思，八嘴八屁。大嘴巴屁，我们下一题喽。当毛，这个是某，某嘴它是在华语的话是某。某，知道啊，这个我听过，我阿公跟我讲过。阿公，这一题我为你得分。打瞌睡。你的中间那个是嗝，打嗝，你是打嗝边打嗝边睡。那瞌这怎么写？姜老师，
就是聊不上话，就是感觉话不投机这样。错。第一答是阿公吗？跟阿公跟你说过。阿公这一分为你得分。好，那我们一样要跟阿公说个排谁？我阿公跟我讲过，这一题我为你得分。我们看道具。啊，是一张票哎，是钱哎，是不是没有什么东西？没有钱没有钱东西。好，来3、2、1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轮迪达的阿公回来了。阿公这一分为你我得分了。阿公打嘴炮。空口说白话，随口说大话，就是你不要空口说白话，大胖嘴。大胖嘴。汉语開在是點熟熟，上外講威是六六二天出外看漢語版上熟啊，漢語版上熟。大家好，我係春餐哥，今半日我來講罪，一講到罪啊，cái説嘅、念嘅、唱嘅、講嘅，cái全意是罪啊。應講罪太說是方，挑説唔啲出罪，叫罪吧生出上牙來。因為我撈大家講嘅，其實撈罪有關嘅漢語係好罪掉，乜解按到好罪掉？是唔會干涉啦，乜解都説，那學佬誒好吹刀，強壯係強壯嘅意思，長嗌啊，是當好罪掉啊，大家嗬日日都簽嗌強下打掉事啊，好罪掉，因為成日啊，當定音色，最馬當好，書上看到嗌會係阿伯。也有成日都會係嗌阿哥，cái看到是很定音色嘅，cái心覺得用乜聽呢？最嘛是講緊係口吹講話嘅技術啦。最嘛好最嘛甜，是講緊係口吹好最當甜嘅意思啊。我嚟錯一句，個安家嘅細節啦，個係講我讀到有個最嘛甜嘅點樣啦。哦，我是咪聽到咧，老金加埋記到，嘿嘿。最嘛，cái yêu係啦，最嘛當好，老人講話嗬，又來又去，又答又對。咁個也要人嗬，大胖嘴，cái kiểu này嗬是冇人來成機啦。大胖嘴，cái胖嗬是空殼啊，東岸嗬空冇食菜嘅意思啊。cái 大胖嘴嘅意思係講緊啦，胖風啦，三兩人講時間杯。胖街個要裝在地管嘅意思啦，韓國要到雞講話冇經過頭腦啊，冇想幾時講出來啊，雞未按到大胖嘴，大胖嘴。我錯邊嗬，是廿號啊，冇提手，我半樣減超。我半樣罵到咧，開嗌嗬，貴呀跳呀是睡唔落覺啊！見每行起來，貴嘢嗬，用白嘴白屁，白嘴白屁，乜解按到白嘴白屁？即係講嗬，人啊，見大喊啦，用喊管啦，掹水聲啦，人當舔解款嚟讓啊，按到白嘴白屁啊，長嗌嗬。家下左都好轉啦，轉到屋下左都要水，稍晝先學起來啊，就會白嘴白屁啦，白嘴白屁。講咗了，大胖嘴。大胖嘴，所以海风会一直连续3声，这就是连续的3声，就像重痛妇，重痛妇，真的很痛苦。大胖嘴，重痛妇，重痛妇，跳妇，一直3声，这根本不合理，真的不合理。